就是讲我在还没认识神以前，哎呦，耶稣嘛，就那个时刻刚过的。虽然我是基督徒，哎呦，那阿妈在一说你可以了解那个啦。但是我不认识神，那我哎呦，耶稣不是人的。也没有经历过神。啊，耶稣那个马上没话的。但是我知道神一直在保守。那个你啊，用那三年来时间的。从小到大，神都一直在保守我。有你那个那个你啊，有好弄的。以前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那个耶稣嘛是人那会。我抽烟。那有好多也有。喝酒。一把刀。吸毒。那也屁股也冒把刀。男女关系。那。非常复杂。啊，他这啊，这个嘛，把你抢的咯，这个嘛，请你抢对。直到就是我的家人就把我带到教会。啊，有的你这个嘛，不吧？咱们呢，阿妈在这小的屋头有别的。直到有一次，就是在两三年前。啊，你不是我没有过了。我们家发生了一些事情。你说你呗，也怕别来。我的家人都回到部落。啊，那有嘛？穿的，有主要有条的嘛。啊，我的妹妹结婚了。那有啊，你属于同在。也跟着老公回到他的家。不那还有他这样呢吧？还有嘛就有屋里。剩我一个人在都市，在台北。那有天在台北的咯，发生这个热浪。那个时候我很害怕。那有姑娘家有天在热浪的。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想说。为了为你马上留。我干脆跟他们一起回去了。啊，有嘛呢？我从来那个家里面。当我要这样做的时候，啊，有很多那个人，里面就开始有负担。那你们老会咋办结婚啊？我的心里在想说，如果我今天跟他们回去，啊，有你们老会来年纪弄啊，有嘛呢？我从来那。我就不可能认识这位神。我从来老那也说没有时间的有。有一天，我弟弟。今天还有阿姨咯，有阿姨。我的家人。还有陪着。跟我说。还有哎。你为什么要待在台北？那这边呢，台北这里在哪里？那边要付房租。啊，那有啊，陪我们进啊。那边的物质什么都要钱，都是要钱的。没就那啊，就叫付面进啊。但是我心里面我知道我要做什么。对，你们老会啊，你要这样来信仰。当神的话进去我的里面的时候。那你要到有你们老会不然啊？我知道我回到乡下。啊，要就比如要屋里呐。我不用付房租费。有嘛要敲来信仰吗？我有可以赚钱的地方。那屁股要多呀。可以存钱。屁股好赚呀。但是我知道。哎，我有信仰呐。我不可能退进到天国。啊。屁股要把你会当把你娘的。我也不会认识这位神。那也是我们要信仰，就要屋里了嘛。当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在教会里面。会呐，有很多你那个是讲，我就说有本领嘛。每一天读神的话。那老家里读。每一次遇到患难。有碰到刚才那个痛苦哎。我都经历到神。你要那个啥子？神的保守。你也拉萨去。神的平安。你也能啥我去。神的喜乐。拉萨去去。都在我的里面。哎呀，你们老朋友里。因为我知道。今年了，平安我要成为我家里面的祝福。哎呦，你说第二了，会不能比那个比成为家族的祝福。你说第二不能比那个。成为身边人的祝福。哎呦，都拍照了，都不能比那个。我所认识的人都要来认识神。那是你要传到道路，你是不是你那么样的？因为我的生命不再一样。啊，这边啊，人你怕哪位的？因为我知道。哎呦，是你了。日子如何，力量也不如何。有见到了，哎呀，有对方嘛，你说哎呀。所以我就一直在教会里面。后面呢，有哎呀，两个这边都是有累。到现在，每一天我都经历到神的喜乐跟平安。这边呢，能做你了，米也不少了，好钱就不用交那张。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。有些可是米也当的嘛的。